大家好，我係東東雲吞麵小廚護士。今日唔煮雲吞麵，煮一碟更重要嘅嘢，叫做洗肚全攻略。唔好以為洗肚就係洗個肚腩咁簡單，呢個係救命嘅技術嚟緊。跟住我包你由零開始，變成自己嘅護理英雄。記得睇到最後啦。今日我哋會學足9大主題：何謂腹膜透析、腎臟功能、腎病成因、治療方案、CAPD 手洗、APD 機洗、腹膜炎警示、出口護理、飲食指南，由淺入深，跟住個次序一齊學啦。洗肚究竟洗咩？一句講晒，用你自己嘅腹膜當做天然過濾器，想象你個肚腩入面有一張天然濾網，就係腹膜。我哋透過一條導管做3個動作。Step 1，將透析液由透析液袋灌入腹腔。Step 2，腹膜慢慢過濾血液入面嘅廢物。Step 3，將舊嘅透析液排去肺液袋，一入一出，替代腎臟，清除毒素，就好似煲湯隔渣咁，但係喺你肚入面進行。點解要洗肚？因為腎臟罷工咗。腎臟位於腰部兩側，有4大功能：過濾血液、24小時不停運作嘅濾水機，排除廢物，將毒素送出體外，調節電解質、鈉、鉀、鈣嘅平衡大師，製造尿液排走多餘水分。一旦壞咗呢4樣嘢冇人做，就要腹膜頂上。腎臟點解會壞？6大元兇：糖尿病、高血壓、慢性腎炎、多囊腎、藥物損害、遺傳因素。小廚 tips： 糖尿病同高血壓係香港頭2位元兇，所以平日控糖控壓就係補腎第一步。身體會出8大警號，話你知腎臟有事：水腫、浮腫、尿液有泡、疲倦、乏力、食慾不振、皮膚痕癢、血壓上升、腰背疼痛、尿量減少、朝早起身腳腫到着唔到鞋、尿好多、泡好耐都唔散，就快啲睇醫生啦。到咗末期，有4個揀：方案1，腎臟移植一勞永逸；方案2，血液透析洗血，去醫院搞掂；方案3， CAPD 手洗自己喺屋企手動；方案4， APD 機洗機器夜晚幫你做。記住，選擇最適合你嘅方案，冇話邊個最好，只有邊個最啱你嘅生活。方案1，腎臟移植，來源遺體、活體捐贈，需要組織配對。香港每年僅約200人受惠，要長期服抗排斥藥。原腎通常唔切除，換腎係最理想，但供應緊張，要排好耐隊。方案2，血液透析洗血，每周3次，每次4小時，需要去醫院或洗腎中心，透過人工腎臟機過濾血液，要先建立動靜脈漏 fistula， 等於每星期返3日工，每次坐4個鐘喺機器旁邊，自由度低啲。方案3， CAPD 手洗，每日換液4次，每次約30分鐘，可以係屋企自行操作，唔需要電力設備，生活彈性高，等於1日食4餐，每餐30分鐘，出街旅行都得，最自由嘅方式。方案4， APD 機洗，夜間睡眠時進行，每晚8至10小時，用機器自動換液，日間可正常上班，每月租機費用3000至5000港元。4大方案一張圖睇清楚，大家可以仔細比較下。呢張表影低佢，揀方案前同醫生傾傾。重頭戲嚟啦， CAPD 手洗就係4步。Step 1，洗手戴口罩，用潔手液洗手15秒，戴口罩遮口鼻。Step 2，連接透析液，將新液袋接上導管。Step 3，引流舊液，將肚入面舊液排去肺液袋。Step 4，灌入新液，將新液灌入腹腔。無菌操作最重要，一個唔小心污染，分分鐘變腹膜炎。小廚口訣：洗、駁、出、入，記住啦。最驚就係腹膜炎，5大警號一個都唔可以放過。透析液混濁，由清水變奶茶色，即係出事。腹部疼痛，肚痛到坐唔安寧，發燒、畏寒、發冷、打震、惡心、嘔吐、食唔落嘢仲想嘔，見到任何一樣立即求醫，唔好等，唔好忍，唔好自己食藥呀。導管出口就係細菌入屋嘅大門，每日至少護理1次，洗手戴口罩，移除舊紗布，生理鹽水清潔，檢查出口狀況有冇紅、腫、痛、流膿，消毒藥水消毒，覆蓋新紗布，每日至少1次，唔好偷懶呀。飲食指南，高鉀記食物與低鉀記食物作出比較，
避免高鉀記食物，香蕉、橙汁、薯仔、番茄、蘑菇、堅果。安全低鉀記食物，白飯、冬瓜、香茅、蛋白、青瓜、麥皮。水分控制，每日限量800毫升加料量，避免高鹽食物，冰塊代替喝水，每次少量多飲水，每日需要量體重。日常生活6大注意，避免劇烈咁游泳，進行溫和運動，要有充足休息，保持傷口清潔，定期去復診，仲要保持我哋有一個樂觀嘅心情。今日重點回顧：認識腹膜透析原理，4大治療方案選擇 CAPD、APD 操作要點，警惕腹膜炎警號，出口護理加健康飲食。你係自己嘅護理英雄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 YouTube 頻道，點讚分享。我哋下集再見。